拜托你别走了行吗？我脑袋都大了。啊，给我多加个这个。好的。哎，我爸他好像回来了。别回来了。那，你们可乐回来了。啊，你要再2可乐。哎，这2可乐喝多了容易拉肚子啊。哎，你们俩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的吗？一次性说完行吗？没了，真的没了啊？真的没了。没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不是，这是你爸吗？啊，这都不带管的。是啊，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MSN 都发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